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拄则咱看到病院受过专业训练的照顾服务员，大大减轻家属陪病的负担。因工作的重要场所，也阁有居家甲机构。像新北市一个年轻的机服员邵明宇，逐工用8点钟服务至少5个个案。也有新竹的机服员李猛，逐工横跨着40公里的路程，照顾偏乡的独居长辈。若是长照机构的照护员搁较吃力，平均一工爱同时兼顾8位到10位的长辈，常常是顾甲忝歪歪。因感叹这个行业薪水无一个标准，嘛无保险，而且社会甲家属对伊嘛无够尊重。这种种的困境，嘛互这个行业无人要做，找无工。乡亲啊，继续来看咱的探讨报道。张伟来了。哦，没关系，我来了，我在这里看你好不好？我觉得同理心很重要的。这是一份非常沉重的工作，愿意从事这个工作的其实不多。一个人在面对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很孤单。你照顾好服务员，服务员才会好好的照顾老人。33岁居家照顾服务员邵明宇，下晝10點坐起奧多拜準時出發。鱼啊！好，等下我等下看。他喜欢吃萝卜糕，煎得脆脆的。通常会有1、2样青菜，然后他喜欢吃鱼。并不是长照科系毕业，明宇当初会做这道是意料之外，人生插曲。开始做是朋友介绍，就是能帮助到家属，然后你觉得别人觉得很困难的事，但你帮他解决，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成就感的来源。阿妈好啊，哎呀，煮好啊，伊拢12点才食。较济啦，好啦。无啦，我搁要去后一个啊。啊，较济，啊你去呀。好贵咧。然后脏，他那个手弄什么东西，弄得那么脏啊。是我啦，我修官啊。尝试过，例如说戴面具，面具后来就没有不管用，对，然后最后尝试的方法就是让他戴眼罩，因为可以自己制造一个假象，让他相信说哦，他现在在什么环境。例如说，我都会说哦，我是他女儿。走开吧！不要生气好不好？你那么生气干嘛？行程紧快，时间走长，明宇的中道长今日当草草解决，这嘛是全台湾超过500个机服员的刻苦日常。平常阿公就这样看你吃饭哦。对，他会一直盯着食物，他喜欢吃东西。我每天都吃一样的。不是那个蓝色的，在这里吗？可以，他们很辛苦啊，他来以后，他可能比较听他的话吧，就是我们会差别很大，就是他以前都不理我。他一开始全身都是伤，他也会打我，也会踹我，就是慢慢的你帮他开始换药，然后慢慢的就是处理他，他也慢慢接受或信任我，所以到现在就变得是很听我的话，就是我觉得这是要时间来慢慢去，也是感动他。照护工课真吃力，互真侪少年仔唔敢做。全台湾机服员大多数是40到50岁女性，伫咧庄脚所在，人力更加欠缺。进来的话都会先跟他说早安，然后先帮他沏一下皂口。好，我们拍拍背啊，好不好？如花，我们要洗澡喽。
坎回北香港，厝住伫咧新竹尖石47岁基护员李某，来到这当照顾身体正平万岁的90岁阿嬷。我是谁？李，李什么？我看他都害怕，他很紧张，他平常时都会跟我互动。等一下，慢慢吃啊。站哦，要站立哦，哈，不要数到10哦。2包李梦啊，好，2包李梦哈，好，加油哦。好，1、2、3，好来。在移动长者的过程，如果你稍微一个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腰会闪到，或者是肩颈也是会闪到这样子。吃重的工作，我就会带着护腰。1、2、3、4、5。会累吗？会啊。那我们坐下喽，好不好？好。他在喘。李梦跨区服务，启程前往尖石。之前我是因为都骑摩托车上下，我也觉得很辛苦。逐工路途长要40公里，调远的车路就是伊中场休喘的时间。有一次我真的蛮累的，到那个最后一家的时候，其实已经服务要到了，大概快10分钟，可是我真的躺下去了，在车上一睡到半个小时，我吓到了。还好。备餐了后，李梦才小可放慢轻快步调，陪伴地信阿公拍日头开讲。原本是做看护，因为做看护的话是在医院会待上24小时，等他出院之后，我们才能够回家。我从做就从事居家之后遇到的每一个家庭的状况都不同。那有的家庭是支持度很高的，那有的不是说支持度不高，而是因为工作忙碌疏忽了一些的问题。地信阿公行动力袂歹，抢在家己行出外，照规定机护员一问无看到是大人，在取消服务。要毋过李梦会伫咧四周围影一下，就惊到大人会发生危险。自信阿公的车没电了，还好是在家里的下方，你看吧。一来人就不在了，跑出去走走，结果骑到电动车的电都没了。项目没有开的部分，我们就变成说我们会卡在两难，到底是我应该要执行还是不应该要执行？机护员独立作业，若需要高度自主性和解决问题能力，买用爱心和同理心来化解工作压力，更加依赖家属和因的信心。你不是工作，而是真心的对待这些长辈，然后你会有那种想法，他就是我的家人，我会好好的怎么去照料他。他开始也不太能接受人家照顾他，可是我们刚才讲说，我们真的没办法顾你。至少我们不足了。新竹尖石有真侪是大人，家己住伫咧深山那内，亲人无用照顾，李梦常在爱家己洗车、搬山过岭，分担家属烦恼和困苦。来到上尾一站，洗掉阿公因头，家属伫咧客厅装点名机，请李梦随时掌握是大人情形，得到轻微失智，阿公有当时会出现幻觉，拍喷在落变成卡。这里椅子这个部分，他说我要去抓鸡，他就指着前面，就是刚好是指这个前面的地方。上午的时段是因为我还在服务其他的个案，我不可能为了他就上来。那我会请求家属打电话给就近的他们的亲人来看。
家属的需求定定管过客，机务员因为爱心和信任，拢甘愿付出，家属软土深过代志，嘛常在听到。居服员很容易被当成是清洁人员来使用，有可能真的会叫居服员啊爬3层楼啊，从楼上打扫到楼下啊，督导就会这个时候就会去介入。今天照服员是国家认可可以来提供到案家的服务的专业人员。他必须依法来做他可以提供的服务。近年台湾的长照需求逐年提高，在2021年底，居服员的人数也已经达到38000多人，但是长照的人力分布却有城乡差距。根据卫福部统计，2021年全台湾照护员人数有74601个人，台北市有5270个人，新北市有11260来个人，也毋过地标和华东地区拢无到2000个人，比都市区少真多。他们会觉得说，第一个路途，再来就是他们的支持性不足。那可能到了这个地方来服务，那可能设备不是那么良好，他必须要烧水才能帮案主洗澡。那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一份非常沉重的工作。若薪水敢会稳定，嘛是影响长照能力的关键因素。依照长照法2.0规范，各项服务按家户130到685块不等。若是照顾困难，加200到240，也够10点钟176块的交通工时津贴。不过，机务员实际领到薪水，所以又在人力平台用特效或者是上加1点钟的薪水200块来发，以1礼拜做5天，一天服务6点钟到8点钟计算，一个月薪水为33000到6万块不等，薪水等级是真差真多。可能每一家机构所给的薪资不一定。那像在机构工作的话，你可能在上班，你可能1个月就是领月薪多少。但是我们这边是浮动的，有可能因为今天你5个案，其中1个案你可能住院了，那你这份薪水就会变动。现在也在定这样的一个长照的这个特约管理办法，这些服务提供单位，你的服务提供，你如果有一些违规的样态的话，我们会采取记点之后，然后累积一定的点数之后，会有一个等于让你退场。长期照顾法推动了后，将社区和机构的照护人员叫做照顾服务员。后尾来到时大人厝内到厝服务，是居家照顾服务员。这几年来，机构人员人数大大超过照护员，正做机构人力欠人、歹补的困境。在桃园区选的中间，护理之家照护员塞工作车无用出一集，一层楼住58人，配6个照护员、2个护理师、1个护理长。原来照顾比例是1:6，比法规1:8更加理想。服务员已经无卡手，也毋过有的机构煞是1:12，人力欠缺就红灯。我们不是固定照顾同一位长辈，交班的时候是01一直到27、28的长辈，我们都会交班，可以顺便听一下别人他在照顾其他长辈的时候，他今天要注意的事项。真侪人要来做了后，才发现长照亲像海这么深。当照顾服务员面对照护纠纷，若欠专业资源协助，法规内底嘛无定投保相关风险，照护员米费就要碰到许多人常常分辨不清，险要防过。诊断他钠离子过低，可是在这个的诊断前，家属他就是直接跟我讲说他要告我，所以那时候常常会找护理师啊、照顾员啊诉苦。怎么样在工作的安排上面，让照服员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个团队？那我觉得那个是我们现在应该去让照服员可以留下来很重要的一种工作的设计。好啊，再来吧，1、2、3，可以做起来。对，还没有做起来。在后疫情和失业都升悬的时代，便宜开设的照护员培训班无够通应付，不过远远的情导致长照产业敢会进入坎坷。我觉得重点是要让照服员他可以跟雇主谈判，让那个劳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当个人社会来临，当照人力需求有加无减，即马照护员的培育制度，敢真正会当总有所用，老有所终？
照顾服务员的门槛，其中有个管道，其实只要完成90个小时的训练，就可以取得照服员资格。所以这个管道其实非常宽松，它基本上不去看你任何的学历背景。台湾有70万个家庭照顾者，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管道，让他因为照顾家人的这个经验，他可以转任成为照顾者。只是他的工作呢，就会比较限定在他照顾的这种类型。我们应该要打开这个门。当照产业会愈做愈大，照服员当是上重要的细粒螺丝。照顾天灾，或是大人和家庭展开保护网，嘛串起社区照顾链。毋望因的付出有社会大众该大大支持，互照顾力量源源不断。